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热心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同客家文案哈。一个写作呢，提供本研究同一个写作嘅欣赏手机，大家嚟做一个参考啊。大家记得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地方与行业吧，都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史文艺，同时在个歌曲词方面的用法也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一个不懂客家语言嘅人啦，我哋写客家嘅歌词歌曲，等方面呢都有不方便的素材，也冇正确嘅。所以研究客家语同文啊，我有发度、程度、正确度等三种加法方类啊。参与办法，研究何些客家嘅语言嘅结构，也希望教學嘅先生小事大家啊，對語文嘅注音、咬字用語、語音分明清楚安啦哈。同時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對我一個錄音多聽嚟做參考，自己呢多看來了解本文。本文多看啊，對於客家語、客家文，自然就會通順，講起來也會流利，有鹹有客家嘅美食存在，所以接承接客家嘅優美嘅語言嘛，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白話文案啦嗬。再講到不同國家、不同族群行業嘛，各有不同嘅。語言、語言、文史、文藝，尤其連音詞、創傷詞、感嘆詞，有相當大嘅差別冇相同。親像講啊，國語講海，華語講海，表示佢高興；但是客家話就講海，河洛話呢也是講海啊，表示糟糕、喝罵人家嘅意思。以前客委會嘅廣告嘅詞喺度咧，有個啊哈客家有一個詞，但是在翻譯來講啊，是表示贊成俄羅嘅意思。但是客語同俄羅語啊，表示嚴重嚟責罵客家，意思就講啊，客家完蛋了一個意思安尼啦嚇。所以希望大家客家白話文多研究。多了解安尼，接下來請大家來看一個客家本文啊，客家商業用語繪畫嘅第14課行銷講一個通路同促銷，又講促銷安尼嚇。一個繪畫中有3名人嚇，阿華、阿財、阿德。阿華講啊，阿財。上年阿得來捱不卡講嘅很寶貴嘅成立商業知識，我感覺到親好。阿翠就講哦，我有沒有相同嘅感覺？你啊，都係頭擺人所講嘅一句話喎，很同前人開膽向下行。唔好本昂嘅人講人來做，談多談久嘅自然就會聰明。阿發講啊，家見本人先生以愛來冇，阿就講，哎呀，錯本人而係交代，我愛過做地位用啊。講人多，阿得睇事唔做，阿得就講他家做，外屋下還有一些辦事的勢頭，唔前做hết，有想趕緊將行銷CP啊，最後一個 P 啊，同人講hết，做一個團絡，安尼乜嘅。阿仔就講神夢阿得太師，好，家都請阿得太師開講，阿發就講阿得太師，
富人見本人仰慕來喏，海外多準備嘅一份點心呢。阿才就講啊，人間無限，太史阿啲太史就講人間無限，太史夫人呢點心，唔係保護些擺到太史帶歸西夏，也老講阿才就安尼講，阿啲就講唔是按功夫啦，有愛來說就相同，好。來講，開始講，行首四批嘅同路，交通嘅同，路行嘅路，阿仔就講，太史乜嘅按到同路咯，阿仔就講，產品呢同路分為買同賣兩種，先以生產者來講啊，商品賣嘅同路。就是生產者到大盤商嘅團嘅過程，以消費者來講啊，買人來講啊，就是買嘅通路，而現在這個買，而現在這個賣，一嚟，啊再講係哦，市場嘅範圍係由生產者到中間商，再由中間商嘅大盤商賣到中盤商。再賣到消費者，安尼係冇，阿爹就講啊，錯嘅啦，答對咯。一個過程中有三種人，就是生產者、中間商、消費者，呢三種人嘅角色不一樣，冇相同哦。阿爹就講啱啲，中間商想愛賣俗。賣貴爭有錢賺，賣俗賣貴爭有錢賺。生產者想愛賣貴過好價地位，消費者想愛賣過俗地位嘅地位係冇，啊這個係啊。呢個市場過程雖然係簡單，但係對大企業行嚟講，也係會相當嘅講究，那係唔講究，唔係貨賣唔出去，就係輸唔到錢，都是只係美容院水當做乜樣嘅假咩嘅啊？阿才講啦，所以講啊，行社會通路可比人體嘅血管嘅通路一樣。人體嘅血路嘅通路一樣，那係血管塞到，唔係會逼逼，就係會中風一樣。啊，這個用安迪諾，用安迪諾，啊，這個係經過投行一講，我就面到農產品嘅通路問題。啊！就講加像舉一個例來講一下，當前農產品嘅通路問題，啊就講好，我拿種長嘅檳榔來講，一般農民當會種長嘅，無法度自家直接賣本消費者，而賣本各地收長嘅收長嘅行嘅人，再由長嘅行交本大盤商，但是大盤商是決定價勢，再賣本各地中盤商到檳榔攤，在呢種嘅中間，生產嘅農民而負責售賣嘅長嘅行，都冇辦法來決定價勢結價，而由大盤商來決定價錢。啊，就講一般農產品呢結價同工業產品不同。從頭話講長嘅市場會產生到農民出價
摩拳结家，结天家事，是本太盘上所操纵，是强龙他家唔团结所产生的，怪唔得强嘅家事。虽然在其中含起含落，水彩一定含起含落，阿爸就讲：哎呀，迄强龙食材最高，辛辛苦苦种嘅强嘅，假使饮菜一定到几个时节，已经500-600年，算粒嘅，一粒强嘅做得高2斤鸡春鸡卵，一粒强嘅做得高2斤鸡春鸡卵，俗嘅时节已经58年，相差10倍以上，再讲阿爸头度讲嘅系有氧，客家人该爱做农。但是偏偏种嘅强嘅同盐呢，都是一家冇办法来做家庭价钱嘅。日本政府卫生单位禁咩食材采购喎？得讲上日所讲，假使家庭菜以生产量以需求量来做主家庭。假使菜以生产量同需求量来做决定，讲到所讲的农产品，有咩系有生产量以需求量来做决定嘅，只不过是农产品的通路中间，可能有人操纵，掌握安呢，掠下。交通、铁路发达咧，行社会通路有改变咧，所以就讲让诶改变咯，得讲得先生就讲，就是七家之初七家来买，利用铁路网站供购产品与家私，消费者看到价格。就直接下订单，生产者收到订单，马上用国语讲是宅急便送货，在台湾地区半日就可以送到，同时可以搞退赎货款。但是希望各位乡亲注意，也广告嘅食材先嗰度便宜嘅，安尼好。阿爸讲。哎呦，让我要按好嘅条路啊！唔是店面要做得来做生意，这个唔过呢种生意货要过尽致，要过贵嘅，真有法条。咁么从点到有大嘅商品。像运费都耗费hết咧，势必要提高卖嘢价值。再就讲价值一提高，人就嫌贵，商品就快卖嘢。我爱来去福田路搭强人设计假设一个名路站来做生意。缩短行社会通路，得就讲好为好为哟，我人讲行销讲的按道理的，你行销 CAP 有7大条件，灵活综合运用，生意成功赚钱的机会就会。太嘅增加，具体嘅增加。蔡良公婆同阿爸讲，神梦开始，我哋会将行销 CP 嘅产品、家私促销
同路等嘅西方熟落基才心得哩，灵活运用在手上，希望有朝一日會達到成功嘅企業家太親切。得講接定第三向阿財同阿華講，行銷 CP 係連環性嘅、連貫性嘅，要做好行銷嘅通路與促銷話，必定完全要從事講究產品同價值嘅配合，事業整體將會順利成功。阿財同阿華兩公婆講，兩公婆異口同聲，朴素豐富講有樣有樣，又並提升決定，是行阿德大師嘅起始經驗，並以職務窮理，職務窮理同學以致用、學以致用嘅精神來推展事業。得講，阿財，唔等兩公婆按積極向上嘅精神與目標，當然是該好，但係你按多年同唔等講嘅行銷世界批，只不過係勝利經營呢其中之一，係勝利經營呢基本條件，尤其在喺競爭市場上，堅持要講究雙重競爭嘅競爭呢各種。阿財講阿德大師係一擺在同阿等講市場競爭呢各項優良好嘛。阿財講做得，莫講莫談就係咧，就係嘢啦，莫講莫談就係嘢啦。好誒，歡迎阿財嘅喊咩有限。爭來了下，阿華同阿財講，承蒙阿德大師，感謝我，你係這個中嘅財同大師夫人呢點心，請帶歸去轉交本夫人下。阿德就講，讓按功夫大款細款按多，家愛就愛做呢哦。阿財講就總出嚟講，該可以宋先生到門口，接定要睇神講先生愛行好喎，唔好總多數頭喎。一個總同重有兩個意思哈。中就是亂撞，從就是真相，直接講阿華講要罵阿財，嘅先生呢用安尼講阿財講係哦，愛講唔錯嘅，係一擺愛能再會實力。各位鄉親，以上呢向我18分56秒又接下來同大家講，用客家4個字嘅注音，用漢語拼音直接讀本大家聽。愛等就是我們，屋卡就是家裡，親好就很好，該好有咩有事的意思，注意一個係。有咩同係兩言有咩有事的意思，頭擺就是事實，近來人就聰明的人，提示開擔就擔子家就那麼的意思，這五姓也是南部大部分用講義，北部用男性嘅己交代。是交代的意思，個就比較有地位
一些。但是台湾北部乡亲用回录音，台湾有台湾有台湾，南部有台湾，用的连音字头前有五个音，所以用喂北部音呢用喂就是回录音字第二声一边呢第四声就感叹词中嘅重低音，表示感叹词用高重音，一个这个国语同华语客话冇相同，客家话是河洛话呢国语是这样子的确一些半些就琐碎杂项，舌头努力工作，用力嘅呢用舌头，用什么呢？事情的事，目前就还没有做好就做完，生意就是生意这叫安内安内嘛嘅安内嘛嘅，也就是内部体系那个南市市场讲的，肯定是这样子，安内嘛嘅所以咩信呢就会接下来讲用的咯，安内咩安内咩安内嘛嘅信就讲安内咩这样嘛是家徒那么久，样么怎么样没有？样有信仰的样，那是用怎样的样也给变成不同音，其实后些就完整妥当，不是按功夫不必如此做到所以错那就对呀买小就买便宜的小同河洛话相同小第13没不是闽南人水动作目比是多余的意思也是比喻一个意思的这里有本意同那个比喻两种一个是不是加面呢就是多余的 BB 妈妈客家话用 BB 文天天都是 BB 哦，这就一定客家人，妈妈的呢这就没客家人让安迪怎么这样知道第15黑矮是面到就想到16墙就冰岛墙的红就是专门属狗一个属狗的组成的原因第17结价就决定价格，家私跟就是个人讲价格，但是家私是私人讲的，价格呢价格是公众所决定的含起含落规格是那个讲一张起价就起价，说跌就跌就这个含起含落到就是新那个宰割高就沟通的高，就是上高温的意思，来同高工下交换工作那个公司，头多就是刚才才高就是可怜，才高有才勤才高才挑用人才的才，但是一个教育部呢用载货的载也没相同。第二是安呢就这样子北部用安呢样呢就怎样的第呢是连音字有为了也没能给白天以上，20隔一就可以，隔有合作的合隔那个有合也有3、4音，哎呦可以的那个感叹词没相同，客家话讲过通的是个哎呦那个的按河洛话呢哎呦喂按华语呢哎呦
这样子啊。可以赞叹词有特殊的素材，滑头就是值得的意思。有朝一日，有一天呢听你喊一百喊一百就下一次。猛讲猛谈就是随便讲一讲。接把好了呢，请大家来看一个图片，用灿坤一个有貼一個也嚟做一個說明啊。灿坤呢，灿坤國語是灿坤啊，天禧產品連鎖店嘅門市鋪一個說明講一個行銷，一到連鎖店有採購是統一採購的貨物，分期地方去買。一般連鎖公司採購嘅時間開3張嘅支票，買嘅時間呢屬現金，所以連鎖店可以講只有房租嘅，其他唔是用到自家嘅本錢這點各位鄉親做生意嘅頭腦莫講莫談第二，行銷嘅通路也係物流方面四通八達，隨叫隨喊隨到，送貨到付又可以到付卡來付款，也可以用手呢去了空航運都是非常的方便第三呢，就是行銷鹽田，鹽田當中也係已經非常減產的，其實是客家人嘅核心工作。有種鹽嘅人可以講開公司一樣。在美農方面有人種10棟鹽樓嘅林先生鹽戶口可以講一年生產呢一個鹽呢非常的多，關於講鹽草。其實嘅檳榔鹽呢有相同鹽的相同嘅工種已經非常減產的，一個主要是由衛生單位講是檳榔會發生乜嘅病所以其實核心工作。當時啲嘅檳榔嘅分品就是分等分級 grading 用也係呢自動嘅分品也用機械化。睇到嘅呢行銷檳榔嘅批發採數技師，也就是講能結構本個數強嘅人，技師唔是現金，結果以後呢將來發錢，讓來發錢提前呢行銷檳榔師師出色嘅方式兼顧這個四個批農產品價值促銷與通路等綜合應用，像一個買檳榔嘅人，作家特別講，伊講有氣都向人講，都是有賣有可能都係是看物嘅，各位鄉親普遍講2粒100按貴，為貴嘛唔係貴俗安尼話。第8，行銷小販市場促銷嘅兼顧行銷 CPO 一個綜合應用嘅就係行銷多流米嘅通路所買到嘅隻嘅樣嘅買好，接下來呢有客家白話語文嘅一共有100篇，第一篇是出版社也會去等等嘅故事嘅文章白話文有本人嘅著作錄音客家菜，神夢國立台南大學嘅博士生李文歡鄉親熱心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同推廣，並將嘅研究篇章錄音整理疊擺在上面嘅 YouTube 本鄉親大家來聽嚟做參考嚟做研究，希望大家感謝你另外一個大下嘅呢，第7個一個圖非常嘅重要嘅係第3個講嘅原因，就是聯營式嘅問題聯營式嘅聲母只有 R、A、O 3個R、A、O 一個 A 呢是果樹場費用意思個瓦拉呀馬拉加巴一個 R 嚟講是呢相同 ，A 嚟講是呢
为了也没能个白个盐，按古书向前，古书从之前别搞懂啊，是讲为了以米呢个比一个盐，欧龙安呢是完全都是它个相同，哦哟。为了要么能个包个盐，个古书呢，伊冇带盐水，所以伊冇生母。一个其他嘅西烟花呢，个上盐嘅生母，迄读到淡水盐嘅时啊都读啊出是诶嘛嘅是用个盐，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啊，做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嘅练言诗，而有顺溜有客家嘅意思啊，尤其唱歌嘅上次，一个爱去做工嘅人，伊所唱嘅客家话呢，完全是练言。同时，俺哋客家地度里一个过去嘅从山歌嘅一个那边还是就是各位。唔像你老师等等啊，都係用練言詩，冇用練言詩嘅呢，都是完全用溜嘅個言，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啊，一個練言詩學會啦嚇，因為過去大家都提講啊，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為然，第一個安尼講，但是用嘅嚟嘅唔對，可能阿廖白所寫嘅就記得講花了57年嘅功夫呢，將一個。米版都講一個練言詩嘅問題啊，嚇！再過一個呢，這個詩呢非常嘅有道理，現下嘅政治社會等等各方面啊，都係氣候變作連帶雜流，也不雜事啊，也這個重要的事情安尼用，所以社會能夠安來，所以我哋希望大家一個對一個學術。傳統嘅北方氣候變作連帶雜流啊，要注意嚇，而多了面呢，可能就會講海子海順，順人順己啊，千萬不可做喎。以上基本嘅都讀到嘅這個神夢，大家感謝你，再見。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